题话记载伫《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章第1节，约伯记第2章第1节，白话字圣经第563面，其他的请咱家己来看。《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章，对第1节看到第10节。搁有一日，上帝遐个囝来，家己徛伫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伫因中间，家己徛伫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对撒旦讲：“你对倒落来。”撒旦应耶和华讲：“我伫地上行来行去，变行伫遐对遐来。”耶和华对撒旦讲：“你有留心伫我的路谱约伯吗？因为地上无人亲像伊完全佮正直，敬畏上帝，离开这个歹。你虽然激我攻击伊，无因端毁坏伊，伊犹原接受伊的顺传。”第4节，撒旦因耶和华讲：“用皮换皮，人为着伊的性命，原了伊一切所有的。总是你存你的手，夹着伊的骨，甲伊的肉，就伊要当面去绝你。”耶和华对撒旦讲：“看啊，伊伫你的手头，独独就留伊的性命。”撒旦就对耶和华的面前出去拍约伯，互伊对骹底到头壳顶生毒疮。伊就用后片皮来扒身躯，坐伫火湖中。伊的某就对伊讲：“你犹顾接受你的顺传吗？就弃绝上帝来死。”第10节，若是约伯对伊讲：“你讲话是亲像遐个戆的妇人人所得讲的，怎样呢？咱对上帝受福气，兼无对伊受灾的吗？”伫这一切的事，约伯并无对伊的喙来犯罪。以上，今早起咱非常欢喜，今仔日是玉山新人院的奉献主日，学院特别派洪俊的牧师来到咱的中间讲道。今早起伊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患难中的信仰，患难中的信仰。咱下头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对心底甲你感谢，伫60多年前设立原住民的教会，互原住民每一个部落差不多90%拢成做基督徒。阮也因为台湾宣道的成绩，阮看见伫平地，阮已经宣告150周年。阮长老教会得到的会友20多万，不过是100%中的1%。犹顾伫60年的宣道，上帝，你有互原住民传宗信主，才会新热的记录。阮感谢你，互这个新人院会当训练教会的传教者，佮继续伫福音的宣扬，尽因所会当努力的带人归向伫你。所以伫今仔日玉山新年的纪念日，阮要切切恳求你，祝福这间新人院，带领这间新人院，毋然有过去20世纪的信者，或者21世纪因犹原有新者连连。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早起要对约伯记，甲咱三个来思考患难中的信仰。咱生命拢有无相像的经历，通过无相的情境甲经历，咱拢有无相的情绪反应。咱拄着足欢喜、足快乐、足得到祝福，
得到恩典的时，咱一定有笑容，一定会吟诗，一定会懊恼，一定会感谢。毋过咱受苦的时，目睭就结结啦，心内会忧郁。我家己看我过去的日子，我做第二代基督徒，爸爸信主了足热心，嘛用基督的疼培养阮囝儿长大。虽然家境毋是真好，总是信仰是足坚定。看老爸对细汉就甲阮训练10分即个奉献。礼拜日一定带阮来到礼拜一的椅仔第一排。伫遐听牧师讲道，渐渐对毋知影牧师咧讲什么道理，到会晓晓悟，会晓了解真理。一直到新来毕业，派去教会工作，嘛得到侪侪教会信徒的疼痛，伫工作所得到的成果，侪侪足侪感恩。所以，若要讲昔日过去的日子，我只用恩典甲祝福来表达。心中的心理反应，拢是诗歌。我上爱的一首诗歌，对主的人有幸福。咱音看觅咧，对主的人有幸福，那真有心真快乐。那是给了了饮食，满心平安心得意，接袂咧，会得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得着大欢喜，了主毋通帮你，就得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快乐的日子过了，过来就是退休。退休后，上帝，我对长老会总会退休吼，上帝嘛安排一个工作，请我去做道生神啊。伊讲因无院长无年龄的限制，所以我对退休65岁一直到75岁10年久，伫遐做院长。做院长吼，绕着地球跑，暑假吼去中国啦。咱看这地图，台湾的边仔就中国吼，迄歹厝边我嘛去足侪摆吼。中北欧、丹麦吼，咱这迄是小美鱼人的故乡，童话故事。齐克果，这实存主义之祖，这个哲学家细汉中大的所在吼，伫遐帮衬遐教会对顶悬北欧落来到非洲，我嘛4摆甲达人教会去遐做暑假的团宣，对遐搁较落南非。台湾教会设立咱4间长老1间约堡首都长老教会，伫咱足歹的状况，咱捌派2个牧师过吼，拢嘛若毋是互人物件搬了，就是甲你性命的危险吼。所以我嘛去迄个所在4摆，互传到遮对一个长老。讲台湾无，也无我对巴西来协助，互伊暑假会当转去伊的故乡，转去巴西甲亲人相见。我去遐替伊牧会，对南非搁较边仔过，迄就是阿根廷、阿根廷的首都 Buenos Aires 吼，迄是英语迄个名，若翻译做英语。迄其实伊的原文是对新鲜的空气，去迄个所在，因为咱伫遐设4、5间的长老教会，年纪拢比我较老啊，爱退休啊，所以因设一个神学院，欠老师，咱总会去甲支援，伊嘛叫我暑假去甲伊支援，所以变。
若讲退休后绕着地球跑，会看到，还是讲迄个心境是啥？夕阳无限好，毋过后面毋是只是近黄昏，特别巧伊，毋是哦，是彩霞满天边。那飞长途的拢嘛暗时去飞，早起是到伊吼。哦，你起来看到迄云顶的晚霞，真正足水的。落去到涂骹，特别伫南非，一大片的土地吼，迄无工厂的所在，迄晚霞吼，真正有够水。不管空中地面的晚霞，伊感觉退休后是夕阳，总是足水的心境。近况如何？今仔日要甲咱三个分享的就是近况吼，有拄着悲剧，拄着灾难，拄着苦痛。13年6月初啦，我去中国宣道，我拢对这个家庭、教会做信仰的朋友传到这。竟然伫云南昆明吼，伫客厅掘倒，因为洗衫水吼，水管无通流出来客厅，爱风昏暗吼，我也未开电话，挖一个角吼，哇，摔伫涂骹，大腿断去，右腿大腿的骨折。赶紧联络院团队，载我去因上大间的病院。去遐，医生敢若 X-ray 翕出来，半点钟才到伊的手，看讲，要上石膏，就必去5楼。要孔九哥的医师讲，这个要马上手术，听到手术吼，想讲因医学遐落伍吼，迄大腿毋知要安怎甲我疗吼。我讲我申请退院，咱比退院吼，连止痛药啊，什么拢总无哦，都塞出来。因一个青年人甲我爱上伊的车吼。爱路边，迄阵嘛已经暗时啊吼，路边西药，迄中药房也有开。然后福牧师，医院没有开药，我们云南白药，所有云南白药中青中买吼。转来赶紧哦，我食药粉的中搁一粒仙丹，哦，要喷的吼，我有两种喷的，一个是喷互你袂痛的，一个喷互你迄消肿、迄淤青的会无去。结果迄暗吼，无一秒袂痛。规暝拢无法度通困，足痛的吼。所以伫遐敢若跋一倒，我着骨折，随飞转来台北，送去马偕病院。马偕病院我嘛感谢上帝，去到遐我以前伫天母礼拜，知影天母就会长老，哦，老长老伊是小儿骨科的医师。伊听到无顺利拍电话给伊讲，你赶紧 X-ray 翕了，我随对天母来病院来总院，伊甲我看讲，你6月初6黄昏受伤，即马已经初7暗时，迄已经10点11点啊吼。伊讲，这若无赶紧手术，细胞坏死会足麻烦。伊透暝加班，甲我手术，甲我醒起来已经2点，所以我的大腿有算3期螺丝。真感谢医生这款安尼，为着抢救迄个细胞，互伊活化吼，所以所做的努力
为着宣告受伤，迄是13年、14年，即马算起来旧年啊，即马正月吼，毋是正月，即马已经6月啊吼。14年11月，我去对道生先来退休，因听到退休，遂叫我去兼课，因为我以前捌伫遐专任教教育系，伫遐教册中间，爬上楼、踩空、摔落楼，险死。今日玉山先来纪念日，我特别要将这个故事，甲咱三甲分享。过去是唱喜乐的诗歌，包括退休后10年的中间，嘛过真足优越的生活吼。人普通退休，毋知要创啥，总是上帝互我足侪工作，通去投入。通去继续做宣教的工，毋过先小连续2年，骨折，开刀开3摆哦，浮出来，毋是过去迄个喜乐，是早起咱所读，咱对上帝受福气，减无对伊受灾厄嘛。我付出的是一个圣经，在咱若定读圣经，拄着什么代志，咱一定会付出一个经节。我拄着即款的灾难，甲过去受最福气，付出来就是即两句的对比呢。咱对上帝受足济福气，咱会感谢，咱减无对伊受灾厄。所以今仔日要伫这灾厄过程的中间，甲咱讲故事神学啦，神学是啥？神学是咧研究要安怎知捌上帝的学问，嘛是一个学术性的研究。对咱经历的故事，你的生命经历，你会当对圣经去看出圣经对咱的教导。咱甲上帝关系，还是上帝伫迄项代志安怎做？伫你我的身上，这就是故事神学，这就是患难中的信仰。我要讲的就是11月19旧年，我的夺命危机，迄敢若1秒钟尔定。人若讲啊，你搁表演互我看，迄袂表演得。摔落来一定跟我迄摆摔的无相像的位置吼。我脚安尼准落，若准脚落来吼，毋知脚骨要挤几地，迄种未知数不可模仿的。毋过即个故事，我要甲咱讲发生，伫今仔日玉山神来纪念日上大的建筑物。即间建筑物15年前，我伫遐专任教学的时，就开始伫募捐啊。咱在台湾差不多1200间教会吼，大概平均一间教会拢有1万，安尼是1200万，较济大间教会献较济，所以上济记录2000多万。毋过即间行政中心吼，包括礼拜堂，包括咱灵修会所等等吼。即间开2亿4000万，即个综合大楼虽然已经有开幕的感恩礼拜，开幕感恩礼拜是15年正月，发生的是伫14年11月，迄只是拜三，所有的族群拢请老团道、老牧师、老长老去教因的母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你要做毕业，要做传道，要按牧，你一定爱考你的母语，客人考客话，河洛人考河洛话，各族考。所以迄下晡拜三下晡，所有的老师拢无课，我嘛无课，我就想讲啊，伊的即
这个学校的对面就是李希潭观光区，足水的湖。我过去专任的时，大概拢若下课会去洗一轮，行差不多1点钟，佮看热潮嘛，1点半钟会转来。看迄个湖足水的，所以我就对山脚落来吼，想讲啊无，迄13年3支螺丝锁起来，已经骨拢发起来啊，会使来看看散步。我行到即个边啊，即树仔骹遐看到，佫有间咖啡店。我爱啉咖啡，所以讲来啉一个咖啡，才来行。坐落去，对面湖，湖的对面佫是山，迄个倒影真正足水的。山中湖，看遐个船仔的看遐水泡佫较近看，头前才佫有人钓鱼。我嘛真爱钓鱼，看人安怎钓鱼。敢若伫遐呢，放轻松，啉一杯细杯的咖啡，啉1点钟。想讲好来行路啊，所以3、4点就开始讲爬起来行路。我行到这大门口，讲介先咖啡有利尿作用的款呢，啊无先即个后壁就是我的客房，啊无对遮早地咯来遐小姐了，才过来散步一日未光光，过落去因为中已经隔房隔后面边的厝，迄边仔有楼梯起哩。我就爬楼梯起哩，哪行哪暗，哪行哪暗，到迄个平平的所在。我伫遐想讲，到底即个头前，确定我若要过来除了即个楼梯以外，是啥物？对一搭有下台阶一瞬之间我正骹要探落看下台阶伫对。一瞬之间我转失衡，头壳即边落去。若讲这是我的头壳，我转栽落，应该是无1秒钟连要像彼得沉落海的时，讲主啊救我，都还袂有，都已经嘣。足奇怪，我的头壳无安尼，是身躯全对摇一边过。平躺于地，我伫遐想是安怎，我哪会落伫即个所在？观念、理念带动，理念引领行动。我迄阵敢若想，我遮有上楼梯，一定有下台阶嘛。有上台阶，就一定有下台阶。其实我毋免遐牛啊，我都直直搁行去，就是我的宿舍。我毋知安怎伫遐，是即个理念引领我的行动，爱用脚去探看觅咧。圣经真强调咱的要控制你的心胜过一切。你什么款的心思，有一日伊成熟的时，就有迄个行动会出来老骨头没有摔伤的本钱呢，何况我对迄阁楼2.6米，差不多这个港台2倍外吧。何况对遐摔落，我第一摔落，我就想讲，我敢若前摆安尼骨倒。大腿骨就断这边对遐悬摔落来到底几支骨断去？我的伤势如何？我先家己做检查。上要紧的，因为我平躺，所以我就头壳练看觅咧，计算无规律安尼头壳计算无曲着。因为头脑要清楚，
身躯脊椎安尼断落吼，是安那断？我先检查骹，骹佫会震动，安尼主要是即个神经系统还无受伤。换上下检查了，左右看觅咧，即手佫真自由，好，敢若也袂疼，也袂安怎。换即手要压起来，压袂起来，完全瘫痪哦。拍伫涂骹拄啊，伫即个摔落去壁，迄个直角，佫袂疼。我用手甲摕起来，我的腹肚，家己袂震动，总是还佫有法度通移动位置吼。移动2、3摆，我想讲，袂使家己踮遮耍家己的手吼。所以家己验伤了吼，知影至少即个一定是骨折吼，无法度通震动。过来第二个念头是啥？我一定爱去到光明的所在，我一定爱处理无。迄工程我迄个部分工程拢完成一半，迄是要做国际会议厅，迄个阶梯大楼，拢也未做，所以空空呢。我了后去甲伊看吼，才知下面连迄阿蒙头嘛要一粒一粒伫遐呢。我是倒伫迄个的顶悬呢。我想讲，我都爱处理，毋过我无法度当动弹，要安怎处理？忽然间我真昏迷，我醒起来，昏迷到醒起来，迄段记忆空白。因为我醒起来，毋是倒伫迄个所在，已经去到伫拄则迄个大楼的大门口。工人对远看到，赶紧走落来，甲我问讲：你是安那？吼，赶紧叫119，119。我讲毋是，我是遮的老师。你赶紧去你甲我联络总务处，总务处长随开车载我去文乐病院。去文乐病院，当然病院第一个检查出来，这无法度当衫加几，或者整几类。无老费，整几类，意思是，迄个骨无拆出来，我的皮肤内出血，真明显照出来粉碎性骨折。要另外对头壳扫描，伊头脑筋拢无异样，无啥物代志，脊椎安尼撸出来，拢正常。较顶我会讲，这是我感受的第一个新者啦。涂骹也有红毛土，我的骹脚边连一丝啊断落的伤都无。即搭的粉碎性骨折，普通咱头骹稳当会去哭着，嘛拢总无。伫即两个医生甲我检查了，讲是重挫。老人吼，77岁啊，未堪你摔，你摔落是重挫，总是你受伤，敢若遮甲较曾配淤青，意思是断着上半身甲下半身，不是生命的要害，这是真正。我要讲，我感受这个瞬间的真正，头一个就是安怎安尼，下面佫还有遐个一块一块的红毛土，我拢总无受伤，包括头壳，包括骹脚边，包括脊椎。这个若受伤吼，过来，我虽然活咧，我袂当做啥。伫我的心中，我相信迄个瞬间。上帝找天使，保我的头壳，保护我的脊椎，互这两位无致到受伤，伤的不过是手甲韧带。
润带有登去。过来第二个新者，我对无法度润带登去。我小人算2个月拢无法度通翻身，就是你润带无法度通扣啊，无力啊，何况倒落去迄个时阵，润带无，你规个拢无法度通顶当迄款状况，我会当对遐出来到外口。我相信耶稣会用受伤。救赎的手，甲我抱出来。人较安怎想，都无可能会脱离迄个所在，离开迄个黑暗，来到光明的所在，才互工人看到，赶紧送病院。所以，伫我的患难，我会感受到。原住民的传道，20世纪称作新者，这间大楼要发展新的世纪，21世纪一个出发，新的出发。今年正月15才献堂，上帝嘛通过献堂的进程，一个亲像我愚公进到迄个所在，敢若会死的上帝。嘛用新者，互我离开迄个死荫的黑暗，互我进到光明得到救。这是我亲身经历、看得见的现实。上帝是我患难中的帮衬。圣经诗篇46篇1节甲咱讲，上帝是咱患难中及时的帮衬，人的尽头，我的尽头，上帝帮衬。这是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是另外一个看不见的奥秘。我伫迄个黑暗的中间，虽然我得到救，得到活。总是我感受到吼，以前我毋捌去注意的，有一种属灵的精神呢。撒旦，圣经讲，撒旦常常会趁势，趁无注意的时，趁机会逮到你的时吼，来攻击咱，甚至攻击咱的要塞呢。我安尼摔落去。真可能重要的部位受伤，我就变废人。不过浮出来这个圣经，我大声想到的是彼得前书5章8节，咱做伙用华语来读：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圣叫咱都要警醒，吼！因为咱的对敌魔鬼吼，亲像好狮呢，伊遍地咧行游找通吞食的。我行伫迄个所在，拄陷落伊的陷阱。我对信仰的反省，我大声感受就是我的失胜啦。迄个建筑物既然也未最后的完成，工地都袂使乌白入去，我要走捷径过，给咱魔鬼留地步，真做撒旦可吞吃的人呢。好，你已经违背一般的原则，互你死。我变做一个。互撒旦有空帮伫遐制造死亡的阴影的一个，会打出来。我做第2个反省是，家己年纪济啊吼，不自量力啊。做生命力的检讨，人年纪济，你免捌
甲人拼嘛，毋免甲人行偌紧嘛。你照你的力量，行慢就行慢，做代志慢就慢慢啊来。伫我受伤了吼，我当期毕业挂中心魔术拍电话，甲我讲，有一个医疗报告，安尼写讲老人吼，上半身敢若剩70%的功力，下半身30%尔点，两支骹你敢若剩30%的功力。何况我这两支骹剩一支骹出去，还一骹15%，个失衡的时，出15%拢走去迄边骹去安尼，30%拢伫迄骹，这变0%呢？你就知落啊吧？这若英语学生听到5%吼，足欢喜的5%吼。啊，这0的5%吼，都认为呢不自量力。就伤送去病院吼，院长、副院长因拢随去病院甲我探访，院长俄勒呢，讲早上我在师生礼拜已经报告，洪牧师很关心我们大楼的建筑，他去勘察进度。工程的进度，我讲院长就不好意思我没有那么伟大。其实迄阵我关心大楼建筑没错，其实我只是要尿尿而已。所以我感觉有时人看这伟大是别人加给的冠冕有算是来这教育的学生到我要离开文学病院，甲我手术遮啦。伊讲我前韧带断了低于2公分伊会慢慢恢复，所以无甲我处理。嘛，因为伊无处理真正拢袂翻身，袂翻身你连要伫病院要去上厕所，你无法度通爬起来，都还无枢纽。甲我去伊减我几岁尔到顶下换伊手无好势，我着爱照顾伊嘛，回去拢请护士来，所有的护士拢从足好，跟其中有一个护士真歹来，因为迄个后壁写的是即个骨折要请伊来甲我扶起来扶起来轮椅，搁轮椅去遐，搁扶去伊迄个马桶。伊无爱甲我扶伊看我遐写的是骨折，伊甲我记你只有右手骨折，你自己不爬起来，你一生要坐轮椅呀！讲了好夸张，连甲我帮站都无枢纽，都还去看甲我扶我的查某囝伫咱教会查某孙伊做护士，我甲讲，你当护士不要变成那一类的护士人请你来一定有伊的需要，才会请你来协助伊讲袂啦，我袂像伊安尼好，伫病院我的眠床后壁挂即张图。因为我的大查某囝伫咱教会我尾下来带伊伊拢带我来遮礼拜，所以旧年年底你有看咱后壁拢坐一个轮椅的老人，迄个就是我。伫遮礼拜2个月我的病我的病床后壁即张图我叫阮查某囝翕起来，我讲这我要来讲道，因为我以前甲上帝祈祷讲。年纪老足侪病，并且足侪病拢会痛痛。我甲上帝祈祷讲，互我若还袂痛痛的病，以前不管什么方式，赶紧回天家就好。我看过这张图我加一个祈祷，讲上帝啊，嘛莫互我死了伤歹看。
我迄时安尼落吼，若真正片仔落地吼，即个骨头都粉碎性骨折，啊，这片仔软骨一大堆吼。啊，迄个场面，阮当足歹看诶，所以我即摆加一个祈祷，较若要无痛痛来死上好，总是若讲摔落就会死吼，慢慢伤歹看。所以我上帝互我摔落到即阵，五官也是所有的功能，我逐日我的会籍以前伫东门牧会、东门分析大安教会，所以我的户籍刷去大安教会。大安的牧师就甲我罗连生牧师讲：“啊，牧师你退休啊吼，来教一班成人主日学。”所以我对2000年开始吼转去遐，我逐到今仔日到前礼拜吼，逐礼拜吼拢去大安教一班成人主日学，所有查经资料吼一本一本创设去。我即摆带甲列王上观，我拢家己拍广告，家己拍注解，啊去互学生，我迄班的学生礼拜煞。大家做食一个简便的午餐，啊，着做伙30-50个，拢足固定的，即个年纪甲我差不多的吼，爱听我讲故，啊，着伫遐开始分享。上帝若无互我摔落到即阵，镜头啊拍电脑也好，思考也好，讲话也好，行动，我是头一摆。毋免举棺啊，会当爬起来讲台顶的讲道哦。感谢上帝呢，互我还阁活。诗篇103篇第40甲人讲：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呢。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我真正是即个得到即款的恩典。救赎的人，我要感谢的就是上帝，互我伫迄个摔落的所在，迄个上楼顶就是即马新的礼拜堂，迄个地下室，我想到迄个我摔落的所在，甲耶路撒冷的圣殿足类似的呢。耶路撒冷的圣殿，咱若读历代志上3章1节吼。所罗门伫耶路撒冷，迄个所在是啥？摩利亚的山顶，开工起造耶和华的殿。摩利亚山的山顶有甚物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去伫摩利亚的山顶哦，伊要伸手将伊家己的囝献予上帝时，天使禁止。上帝圣山无永稳留世俗人，咱拢是世俗的俗世的人，无永稳留人的血伫迄个所在。何况今仔日玉山神来即间圣殿的下面，我伫迄个所在，我感谢上帝，无留一滴血伫圣殿的下面。耶路撒冷，咱今仔日闹旅游去看，伊的下面有一个石头，就是上摩西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的所在。我感谢上帝，虽然地上无互即个所在诚济，也未感恩礼拜，都有一个死人伫即个所在，名叫洪振辉。迄过几十间要互人住的，后摆领袖会去，若听到讲有一个人死伫遮，稳当有人会做梦着歹的故事。后来我看时间剩3分钟，我要强调这是上帝主权、上帝荣耀的德性。我得到任命是上帝恩典，总是上帝无互我
家己伫这个失察的中间，去污染着上帝的圣殿。约伯记甲咱描写是上帝甲撒旦熟练精进的对话，迄个对话，我想咱若经历的时候，咱保持亲像亚伯拉罕患难中的信仰，伊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歹代志的人。撒旦讲啊，你着逐项拢照顾伊、束缚伊，所以伊才会敬畏你。意思是来礼拜，大家拢是上帝束缚，伊甲上帝挑战，上帝你若伸手伤伊的骨头、伤伊的肉，伊就要当面弃掉你。我真正经验到上帝伤我的骨头、伤我的肉，我没有弃掉神。这是圣经的话，对我的鼓励甲安慰。亚伯拉罕的太太甲讲：“你能够救助上帝死死的，无采你遐虔诚，上帝互你拄着这个灾厄。”伊甲伊的太太讲：“太太甲伊讲，你弃绝神死了吧？这个某懵抓约伯甲伊安那讲，嘿，和合本讲，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台语搁较明，这个祸甲福拢对上帝来呢。咱对上帝受福气，敢无对伊受灾厄嘛？虽然魔鬼会陷害，总是上帝要是掌管。即我会真坚持伫即款的危险中，我也会活得功能要好。我要见证上帝伫21世纪，要是行神迹的上帝，伫我的身上，我做即款的信仰的见证。所以基督徒伫患难中的信仰，我真感谢咱的牧师，伫我坐轮椅的时。嘛，甲探访队去我遐，我甲因讲，我即马足爱吟的一首诗，咱做伙会晓吟的来吟。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他我欲造我，造主之意。我在此等候，虔诚候主。我甲上帝讲，我不过是土，你是师傅，要念圆脚饼，输在你，把生命交托给主。有人甲我问讲，阿牧师，你大难不死，什么原因？我讲，生命册要无我的名。因为上帝要托付使命要予我，我也未去完成。我即摆要有一寡事工也未完成所以只要咱把责任该尽的责任挑起来，不管咱拄到什么款的灾厄还是福分，把结果交托上帝。做伙来祈祷，主，阮的活命，阮每一个人拢无法度当做家己的主人。活命的主人是上帝。你互阮伫无上的坚固的中间，伫试炼你要磨练阮较坚定的信仰；伫痛苦你要磨练阮，互阮较有法度当忍受赢过所有的苦痛。亲像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犹顾赢过伊的苦痛一般。阮若拄着束缚，顶面来束缚，阮会较济感谢，毋通掠迄做阮家己的材料来夸口，互阮搁较济感恩的回应，来回应你的疼。若阮要伫世间的日子，阮将责任担起来。将结果交托予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